匯豐在美國這三種經濟情形下，黃金有望進一步走強。2025年4月1日，匯豐銀行分析師認為，在美國主導的市場調整中，黃金有多條路徑可以走強，並指出經濟擔憂和政策風險是關鍵驅動因素。該行列出了三種可能有利於黃金的情景。首先，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。分析師表示，傳統的避險環境可能導致美元走弱、美國國債收益率下降以及風險資產下跌，這些因素都會支撐金價上漲。匯豐銀行指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黃金預計將作為避險資產表現良好。其次，美國滯脹的擔憂。該行告訴投資者，如果美國經濟面臨增長疲弱但通脹持續的局面，黃金可能會迎來更強勁的漲勢。匯豐銀行解釋稱，在滯脹環境下，美債收益率觸底，美元走勢不明朗，風險資產走低，黃金表現更強勁。最後，美國債務問題。匯豐認為，如果美國政府推動進一步的減稅措施或延長現有的稅收優惠，市場對財政穩定的擔憂可能會削弱美元，並促使投資者轉向黃金。美債收益率觸底，美元走弱，風險資產走低，黃金將更加強勁。匯豐分析師寫道。不同於典型的全球避險事件，匯豐認為當前的市場調整真正由美國主導，並強調經濟風險仍然集中在美國市場。該銀行還指出，在未來幾週，國債收益率和美元可能無法提供與黃金相同的避險保護。我們認為，相較於美元和美債發達市場主權債，黃金將成為更優的投資組合對沖工具。